大家好，我係視君子 Cheryl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之重要，但係又經常被忽略咗嘅檢查——眼軸長度測量 （Axial Length Measurement）。你知唔知道啊？我哋個眼球咧就好似一個波咁樣嘅，咁而眼軸長度咧就係講緊呢個眼球前去到後嘅呢個距離。咁呢個數字咧唔單止同我哋近視深淺有關係啦，咁更加係直接反映咧我哋嘅眼球有冇過長嘅喎。而咁啱咧呢一個數字咧就正係形成視網膜變薄啦、青光眼啦、黃斑病變等等眼疾嘅關鍵風險要素嚟嘅。特別係小朋友同埋深度近視人士啦，無論有冇做過激光矯視都好咧，都應該要定期檢查住我哋嘅眼軸變化，提早去預警疾病嘅風險，咁就唔使等到視力永久受損先至嚟後悔啦。傳統驗眼咧就淨係會量度度數嘅啫，咁但係度數穩定咧就唔代表眼睛冇變形嘅喎。我哋中心咧係採用光學生物測量儀 （biometry）。過程中咧唔需要接觸、零刺痛，30秒就可以精準咁樣測出眼軸嘅長度。唔單止可以同往年嘅數據去對比啦，亦都可以參考翻同年紀同眼軸嘅小朋友長大之後嘅變化，從而預測發生近視嘅可能性，同埋以後有幾大機會咧近視會深於600度以上㗎。無論係擔心小朋友近視加深，定還是你自己都係深近視嘅高風險人士，都好歡迎你哋一齊過嚟我哋中心呢度做一個全面眼睛健康檢查。我哋嘅團隊會同你一齊守護你嘅眼睛健康。而家已經可以預約㗎啦，快啲 cap 圖掃翻 QR code， 或者入翻我哋嘅 IG page， 喺我哋嘅網頁裏邊登記啦。眼睛健康係一世嘅投資，我哋 Eye Care Plus 見。